我的媳妇，你大是大人该呀一个哟。是的，你也该哪个呢？我是该样欠我的媳妇妹子哎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该样出去找别人来呀一个哟。哦，我答应了来了。答应。3月个14年嘞，该样打打太保好。媳妇，我少得你，该让我快乐的心哎呀哎呀呀，我的媳妇妹子嘞！媳妇，我少得你，该让我快乐的心哎呀4月8呀，在哪次不在家？该呀，我少妇是把个早睡了罢了。哎呀呀，我的该哪个呢？我爱的媳妇妹子呢？该呀，我少妇是把个早睡了罢了。5月5啊，该呀好媳妇啊，该呀好媳妇啊，屁股啊屁股啊呀哎呀呀，我的该哪个呢？呀喂的呀媳妇妹子啊，该呀好媳妇啊，屁股啊屁股啊呀。老月干天气呀热呀，我烧火呀烧不得呀。该呀，你烧火，小婆婆来打死你哎呀呀，我的该哪个呢？哎呀呀，我的媳妇妹子啊！哎呀，你来烧火，小妹子来打死你7月7呀，该呀媳妇去看戏呀，该呀我媳妇，我的该呀滚进的呀哎呀呀，我的该呀哪个呢？再漂亮的呀满媳妇家，哎呀我媳妇，把那个呀滚进的呀。8月个是挣钱，媳妇把大呀留到我的大呀里，叫一杯好烧酒哎呀呀，我的大呀哪个呢？再有孝顺的媳妇妹子啊！大呀我媳妇，我的一张好真情9月个是怎样？买了一张花花帐呢，该呀好媳妇，把帐要放进了好难呀！哎呀呀，我的该呀哪个呢？哎呀呀，我的媳妇妹子啊！该呀好媳妇，把帐要放进了好难呀！个列大灯啊，烧火呀整个大根，哎呀燃烧后花子有花生啊，叶子有。哎呀呀，我的该呀哪个呢？我爱的呀媳妇妹子，哎呀。